股市玩完，經濟崩盤，呢一啲評論同埋新聞近日咧都刺激住我哋嘅眼球。特朗普嘅關稅政策真係令人聞風喪膽。講真，就算我接受過專業嘅訓練同埋管理，港股單日可以跌超過3000點創晒紀錄，呢一種幅度都令到我飆晒冷汗。不過緊張都冇用，衝動係魔鬼，交易或者投資一定要冷靜。喺呢個時候，我發現 DeepSeek 用得好，就可以成為我哋最好嘅軍師。佢可以幫你冷靜分析，解決自己股票決策嘅 SOP。例如呢一次嘅關稅風暴，我會問長橋證券內置嘅 DeepSeek，佢可以話俾我聽邊啲資產影響最大。第二步，話俾 DeepSeek 聽自己嘅投資目標同埋風險承受能力，去調整投資組合。第三步，結合自己嘅狀況去控制風險同埋做決策。不過我哋都唔可以完全信晒或者依賴晒 AI， 因為佢最大嘅作用其實係等你喺市場大跌嗰陣，保持多一份嘅清醒，提供更加全面嘅數據同埋幾種理性思考嘅角度。依家開戶除咗可以擁有呢個咁聰明嘅 AI 軍師，仲有開戶嘅現金優惠俾大家補貼一下，詳情我會擺喺留言區。